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講之講第15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輕鐵。輕鐵代表色為泥黃色，於1988年9月18日通車，全長36.2公里，設有68個車站。目前輕鐵共有17條路線，為505、506P、507、507P、610、614、614P、615、615P、705、706、720、751、751P 同761P。現時輕鐵主要用車係67輛第一期列車、20輛第3期列車、22輛第4期列車同40輛第5期列車。電車公司喺1973年向政府提出建議，喺兩個新市鎮沙田及屯門修築速度較港島快嘅高速電車系統，但係並冇回應。1976年，據報章引述政府喺年底招標承辦屯門雙軌電車系統，以應付未來嘅需求。政府喺1979年7月21日表示，決定喺屯門及元朗建造唔會製造噪音嘅電車網絡。1979年12月6日，新界民政處西北區域專員薛文出席一個午餐聚會時表示，稱預計嘅屯門及元朗人口會迅速增長，當局已經擬定一款新式電車行走，為佢哋提供快捷嘅交通運輸。九倉喺1982年10月同政府商討計劃，但雙方當時喺部分方面出現分歧，包括車站地產發展嘅權益等問題而未能簽約。九倉以時間較長為理由，需要重新檢討整個計劃。九鐵其後應政府邀請研究經營屯門輕便鐵路，以拓展香港嘅公共交通服務。政府同九鐵都希望能夠落實計劃，根據初步安排，建築合約由英國通用電氣負責，而部分合約則由兩間中資公司承辦。顧問公司認為發展輕鐵嘅耗資龐大，以商業眼光衡量，元朗至屯門當時嘅交通需求量並唔足以維持佢嘅經營成本。以屯門區嘅人口增加速度而言，巴士仍然可以應付需求。據報章指九鐵董事局喺4月嘅會議原則上同意承辦屯門輕鐵系統，但仍然有一啲技術問題需要解決，並引述一名運輸科官員透露九鐵承辦輕鐵嘅機會高，更為政府仍希望落實有關計劃，應付屯門區內嘅乘客通勤需求。然而，九鐵部分董事局一次嘅會議上指出，從社會因素而言，鐵路系統具備許多貢獻，難以喺商業上判斷標準衡量，長遠更較巴士經營，冇環境污染及操作安全，解決新界西北交通嘅問題。運輸司司確其後透過新聞稿表示歡迎九鐵嘅決定，指輕鐵會成為應付新界西北未來發展嘅主要交通，令居民享用一個方便、快捷及收費合理嘅交通系統。當局更喺短期內九鐵嘅建議提交俾屯門同元朗區議會審議。最後第一期工程喺1985年11月動工，並喺1988年9月18日通車。而1991、1995年期間增建屯門支線及天水圍支線，配合新市鎮發展。輕鐵代表色起初係橙色，兩鐵合併後，由於同原地鐵東涌線嘅代表色相近，所以改用泥黃色。今日輕鐵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下集我會講高速鐵路，未完待續。